的是赞美诗里面的441首，我立下决心日本語の441番の心のさ雨，这个是日文的赞美诗，就听听看。40年前都在这边聚会了，你们会不会认识他们啊？40年前就是我们同一个教会在这边我们常常1年有2次。他们说他那天他听到说有969团契，就跟其他的这个团员哇又要去了。你们1年只有2次圣餐礼了，我们1年有4次了。我有失错，因为我们教会就有遵纪纠己嘛。然后呢，我们969的这边有2次的圣餐礼，感谢主呢，所以我们很喜欢来，能够有2次、4次的更好，对吧？感谢主今天早上的日文上面是虽然不一样的日文，那是台湾日文我看陈弟兄他也知道，先只是我哋話台灣我哋紅我，但是这个味道还是一样好，第2首是450首，吹响阵战炮知道为我福音什么？那谁？知道为我福音拉谁？对不对啊？感谢主。那我们就唱这首。阵战炮，这首
Amen.